渔夫。走。我们为什么要跑啊？这叫战略性撤退。可是那个门大人不是已经控制住局势了吗？你没看到他那个想杀人的眼神吗？那我们要是不把手儿弄地上，他也不会那样。卡介苗。这是什么？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，晚上再行动。哎，可是我的洗漱。南大人，你出关了。看来我们是又犯病了，是南大人又救了我们。多谢南大人。多谢南大人。回家吧。逆战士，御林阶第一功，就
交给你了，一定要让这个直男癌患者从此对女性刮目相看。嗨嗨嗨！曹彦斌，曹彦斌，你不帮帮我吗？人呢？跑了，那你怎么不追啊？因为他没穿衣服。大老爷们儿没穿衣服，你怕什么？她是个女人。女的，我来。女战士，第2次机会到了，生擒逆贼。哎哎，嘿呀！我喂，衣服太厚了。明明就是胖吧？曹彦斌，快拉我起来！曹彦斌，大英雄，你快点拉我起来！啊，来来来，我你刚才说我什么？被发现了，主上，先下棋。12好些了吗？放心吧，门将军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曹彦斌，你怎么知道有忍者在这儿盯梢啊？外出打怪怎么能不带道具呢？看来鬼先生说的不错，这个王国组织确实已经盯上了菩提树，我们得赶紧回去告诉北洛师门和南大人。喂，你是疯了吗？曹彦斌，其实我一直很好奇，那天北洛师门把你叫出去的时候，你到底跟他说什么了？我真诚的、毫无保留的、指天发誓的解释，灵槐树就是老子炸的，哈哈哈哈！怎么样？我解释的非常清楚，灵槐树不是我炸的，不过他不信。真的？千真万确，我以我老曹家的名义来起誓。他们曹家哪有什么信誉可言？你可不要忘了，他的老祖宗有一句名言：“宁可我负天下人，不让天下人负我。”话虽如此，但我看他不像坏人。虽然灵域签发了通缉令，可是我一直怀疑曹家世代镇守灵槐树。曹彦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那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有证据，重要的是他对菩提树有威胁，重要的是他的家族基因，每个人都是奸诈狡猾。奸诈狡猾，可一直都是你们老曹家的标志。怎么不服吗？反正易中天品三国说的。哎呦，女人呢，胸大无脑。曹彦斌，好疼！看你像是被咬了。难不成是早上被水儿咬到了？可是之前一点都不疼啊！看起来有毒啊！我中毒了！
我们身上的病就是以前有人出村被妖魔抓住，逃回来后传染给大家的。原来这种病传染。我不是妖面僵尸吧？那叫异化。不过你放心，纪灵人是不会异化的。那就好。夏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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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！夏灵，你醒醒！闪开！我刚才怎么了？你刚才已经死了。啊！不过你男人自己出来救你，现在没事了。李轩辕，毒性暂时被控制住了，不过伤口没有愈合，但暂时没有什么大碍。要不我们还是回明镜村吧，南大人肯定有办法救我的。不行。雨林街说明镜村是妖魔之地，可明镜村也说村外都是妖魔。雨林街的镇魂将这么在意明镜村的村民，这事情必有蹊跷。走。我输了，主上。曹彦兵发现了你，但是你却不知道他是如何找到你的。是的，主上。上次岛津和许褚一战，我发觉他的智力值很高。奸雄的后人，果然精于算计，还是有点小看他了。菩提树即将结无上果，曹彦兵可能多事。就让北落师门去料理他吧。比起这个，我更好奇，曾经归顺的小狗，是不是还想摆脱绳子？你说的是他。看，死穴在这儿呢。他怎么了？我又不是大夫，你要想知道哪家医馆好，我可以卖给你。你就别装蒜了。他的病是在明镜村染上的，被一个异化的小女孩咬伤的。明镜村是妖魔之地，雨林街谈话色变，众人皆知。你们却硬要去，怪谁呢？我们见到了北落师门跟南狱夫。村民说北落师门在保护他，南狱夫在治病。如果是妖魔之地，为什么雨林街的镇魂将要罩着他？雨林街的人都知道，门将军外讨强匪，内镇妖邪。若不是因为门将军经常进入明镜村镇住他们，那他们早就像5年前一样，到处害人了。至于门将军是怎么对他们的，
其实并没有人真正知道，因为除了门将军和南大人以外，已经没有人再敢进那个村子了。南玉夫到底是谁？他不住在明镜村吗？南大人是驻扎在山上灵甲军的将主。灵甲军的将主？可灵玉，不好意思啊，你可不可以先帮我治病啊？啊，除了明镜村之外，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治他的病？我推荐一个医馆给你。去纸上写的地方。走。谢谢。知道这个人在哪儿吗？不知道，从来没见过。一会儿没看着你，你就滥杀无辜，你个暴力狂！妇人之仁，当断不断。前罗刹街镇魂将，灵域的通缉犯曹彦斌。刚正四正，四方正中。龙儿，你挑中的这些年轻人，究竟会对世界造成什么样的改变？改编动画没有看，但是漫画有看过一部分。我觉得他的性格吧更吸引我，感觉他是比较粗鲁的一个人，比较莽撞的一个人，但同时他又很正义。有啊，有专门跟导演吵过，没有，就是我觉得还是看什么角色更适合我吧。就是他跟紫薇的一段对话，紫薇问他我美吗？他就说你的丑已经超越，我说你的丑已经超越了我的词汇范围。会有，可能拍的时候会有一点点想笑场的感觉，对。所以要给他放到菩提树，要给他洗脑，就这样说话。大家好，我是侯明昊，然后我在《镇魂街》中饰演的是白敬轩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的《镇魂街》，我也会更加努力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作品，谢谢。天地浑浊，美丽花妖魔，吞噬魂魄，欲望的漩涡。你问我为何还要执着，不去从那规则，闪烁着金光的枷锁。纵然已有太多人沦为权力操控下的傀儡，仍不甘心把世界交给那些虚伪光鲜败类。抛开虚伪，全力以赴，就算上天从来不分错对。属于灵魂自由的堡垒，是要将它永远守卫。退亦无可退，一身错。操控下的傀儡，纵然已有在。